過來頂級上懸的國際青少年網球比賽，2025藍銀杯國際青少年網球錦標賽，在1月23日在新營網球場盛大登場。市府特別舉辦國際記者會，歡迎所有選手和貴賓來到台南。這個是我們全國性的指標的賽事，也是我們國內等級比較高的，它是已經 ITF 呢 J200，那是國際認可的。那因為這樣的努力了我們來培養出優秀的人才，像我右邊這位我們已經達到全世界的51名的一個等級了我們也期待這樣的比賽過程當中，也將全國的優秀的人才來這邊來賽事，那也提升了我們的水準了那今年有12個國家來參加，包括法國、俄羅斯以及美國，還有韓國、香港等等。那這樣的國際比賽當中，不但可以提升我們的水準，又可以呢做一個文化交流，也期待他們來到我們最美麗的地方台南，能夠好好的來享受我們的文化。那預祝呢，我們這一次的賽事能夠圓滿成功。本次賽事邀集來自法國、美國、香港、韓國等12個優秀選手鬥陣參與，其中有不少選手在各地國家攏是排名第一。畫面上這位就是目前國內青少年排名第一、世界排名第50的選手林於晨。在這次比賽中，可以跟世界各地不同的選手進行一些球技上的切磋與交流，然後希望我在這場比賽中能吸取更多經驗，讓自己變得更厲害，然後走向世界與國際接軌。希望這次把冠軍留在台南。藍銀杯自2009年創辦至今，已經邁入第14屆，並在2018年升格成為國際網球總會 ITF 歷級賽事。這回將近1禮拜的比賽，台南市政府歡迎鄉親來到新營網球場看比賽，為這些選手加油。台南新聞張世維採訪報道。